这个是去除那个歌曲里面人声的呢，免费软体。是点按这里啊，点按这里下载的，点按那个 Windows 那边下载的。刚刚有下载完了。下载在内部download 的，有没有看到 download 的？我下载完了在哪里找不到哎。在这里，在这里打勾这里，这个了，现在打勾这个。